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嘅大眾占卜係由我海莉希莉為大家去解讀。我係你哋今個禮拜嘅靈魂解讀師。咁今次嘅主題係宇宙想你放下邊一段關係呢？咁呢度我已經為大家抽咗3張牌，請大家眯埋眼，靜心，做3次呼吸，然後慢慢張開眼。直覺第一張就抽佢出嚟啦，我畀大家少少時間。我相信大家已經揀好咗啦，咁我為大家去逐一解讀第一張、第二張、第3張。OK， 咁抽到第一張嘅朋友，呢張係叫做永生的玫瑰，破開這是為你而生，而非衝你而嚟嘅。你有冇發現？有一啲關係嘅離開，唔係懲罰你，而係喺度保護你。你係咪覺得你以為失去咗一個人，其實佢見唔見到呢個女士？其實佢係想你去揾返你自己。你會唔會平時一直都好努力維繫一段感情，係不停咁樣去遷就對方，不停咁樣去 send message， 不停咁樣去付出，但對方呢，就對你越嚟越冷淡，最後就離開你。你覺得自己好似被拋棄，但係你有冇問過你自己？其實宇宙係想你放低嗰個唔珍惜你嘅人，或者更重要嘅 message 係張卡牌想話畀你聽，放下一定要得到對方嘅愛，我先至有價值嗰種信念。當你放下咗佢之後，你就好似呢朵玫瑰，永生嘅玫瑰，綻放你嘅光彩，發光發亮。我祝福第一張牌嘅人越嚟越好，你係會越嚟越好嘅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再睇第二張牌，抽到第二張牌嘅朋友仔，哇！呢張牌靚，星光種子，係乜嘢使到你焱眼閃耀光彩呢？有冇見到呢個星球，呢個圓形？你會唔會太過專注喺別人嘅身上，又已經忘記咗自己真正想要啲乜？會唔會譬如會唔會你每日都喺度諗啊？佢會唔會佢有冇揾我啊？佢係咪唔愛我啊？唉，死啦！我又做錯啲咩啊？你成個世界都圍住一個人轉，
你有冇發現，你好似從來都冇問過你自己，我開唔開心啊？我真正鍾意嘅係啲乜嘢？我係咪想過咁樣嘅人生呢？呢一個星光種子，宇宙想讓你放低，你將人生嘅焦點放喺人哋嘅身上，要放低呢一個，會唔會重新再問一問自己，有乜嘢嘅事情可以令到你感受到有生命力？又有乜嘢事情可以令到你眼睛發光，好似呢一粒閃閃發光嘅星一樣？或者我舉啲例子，如果做緊療癒係方面嘅話，你係咪幫助人哋成長，或者好似我咁去學神諭卡，去將宇宙嘅信息去表達出嚟、解讀出嚟，鼓勵他人？又或者去做下啲冥想啊？會唔會你做一啲事情嘅時候，你成個人都好似發光？咁呢一個就係你嘅星，就係你嘅光。最後，我想送畀大家一句說話：誰都可發光，只要找對地方。祝福大家，第二張牌嘅朋友仔都係越嚟越好啊！當你放低咗呢一個關係之後，好啦，咁我哋最後第三張啦。咁第三張呢，抽到嘅朋友仔就係掙脫、釋放靈魂模式、契約和前世。認真睇下呢張牌，呢張牌畀我嘅感覺係好強烈、好 powerful。你見唔見到嗰三個女人嗰個表情係點樣㗎？佢哋嘅動作又係點樣㗎？開唔開心呢？你從佢哋嘅肢體動作態度去睇，其實佢哋重複緊同一個關係嘅劇本啊！你見唔見到佢哋一個個頭指住個天，一個咧包住個頭，即係抱住個頭，跟住有一個咧直情想飛上去月光逃離。呢個可能關於你嘅前世有關，或者畀大家去思考一下，你覺唔覺？去諗返下自己細個嘅時候，你阿爸阿媽可能對你都比較冷漠，冇乜時間去照顧你，又或者佢哋真係唔係好識得表達愛。到大個咗之後呢，你會特別容易愛上一啲好難追嘅人，對你忽冷忽熱嘅人，唔願意承諾嘅人，因為你嘅潛意識會覺得我要好努力先至值得被愛，於是你可能一次又一次係咁換人，係咁循環，故事呢就冇變嘅。而呢張卡牌呢，其實唔係想你放低某一個人，有冇可能係要你放低你曾經嘅討好，你曾經嘅犧牲，你曾經嘅拯救對方，
或者你曾經好害怕失去，或者你好害怕被拋棄嘅呢啲舊有嘅模式，大家可以去反思一下，答案就在你心裏。OK， 咁其實咧，呢3張牌咧，其實都好一致。我自己抽咗出嚟之後，我都覺得嗰個主題係。最後我其實好想同大家講，每一位朋友仔，去放低唔屬於你嘅責任，停止一啲為咗被愛而去委屈自己，甚至乎最好去結束呢一個被消耗你嘅關係模式啦。係啊，咁我相信大家清理咗呢啲所有嘅事情之後，你嘅人生只會越嚟越好。好，今個禮拜嘅大眾占卜就咁先啦，拜拜。